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哥劉浩明。有人講烤醬係細妹嘅甜心，其實也幾年烤醬嘅細奶嘛越來越多嘅。應該講唔係講烤醬啦，其實跟你講也幾年大家會注意到自家嘅皮膚嘅問題，還有健康嘅問題。那你今日有講到來賓咯，如果有一啲30年那種美容師嘅經驗嘅後遺症來到我哋現場，嗰種今日節目大家人一天愛收視來看咯，一天愛佢哋留下來看下，因為如果同我哋分享嚟講，怎樣去保養這個皮膚，同時讓自己變得更健康，一達個獎，我哋馬上歡迎我哋醫生來到現場，醫生好。主持人好，電視台大家朋友好，我係來自屏東竹田一路那個西總頭嘅細妹人到醫生。醫生啊，請問一下吼，因為頭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都講你這個有30年嘅做美容師嘅經驗嘛吼，因為其實做美容師呢件事情挺難嘅，喺個早期嘅時間，吼其實係幾多細妹嘅體的資源，吼啊，譬如講幾多細妹講喺度邊一邊喺做乜嘢啊，做美容師，吼，但是其實係係咪這個人生嘅體的資源啊？其實以前那個年代係個鄉下、個農村嘅社會。那你其實讀書冇乜嘅做美容，個鬧嘅事情。其實以前嘅社會咯，係可能畢業以後落去上班賺錢，上班賺錢鄉下佢冇選擇性，對，佢想係等一般嘅話，對美容啊，對脫那模也都唔懂。你想講去工廠嘅上班如何，穩定如何？其實真係。喺早期嘅話，就從頭都講嘅人都議論係西裝嘅嚇。其實議論嘛唔算西裝嘅，其實議論話佢當然。但是其實講嘅真係講我哋農村出來嘅細人咧，唔講細奶又冇細妹嘅嚇。嗰種唔知㗎打算做職業學校嘅話，望到出來開始尋工作嘅話，可能細奶都去裝茶嘅汽修科嚇，細妹可能都只會尋下嘅做會計啦嚇，做嗰啲，因為出來嘅話。其實就尋工作好簡單，佢其實就唔知㗎，係因為出來馬上做細嘛，其實係讀嘅係乜個課啊？其實我嗰時節讀嗰種畢業嘅時節，你看家境突然都唔冇，嗰時節我哋想啊，可能冇法度讀高中嘅，高中都一般嘅人講嘅技職學校，也技職都可以，細妹都可能學商科啦、電子科，細來都講嘅汽車修復科，嗰時節冇乜嘅美容選擇，我都讀商科。嗰時就都讀資深潮主委間也間鋪，你是投入去工廠嘅上班啦，按不投入去資深上班。嗰時他講你冇想過讀乜嘅好教，你會嘅高中嘅文憑嘛？係，如果真係都希望講有一啲文憑，嚇，下一擺可以去尋到個好嘅工作。投入係，佢嗰時就你喺輪畢業以後，你一投入都馬上都變成，譬如講即係要上課嘅一啲投入嚇。冇。其實嗰時節82年次嘅時節，我講嘅幾久？82年次，世界最睇特別一個司令，一個做頭那麼地步富盛的一個美容師。其實太濟路聽來講，細妹人要有一技之長，然後我哋都講過人講萬家財管。其實我因為一句話過正確，因為有時想想啊，好技術。不管海外世界有結婚冇結婚，技術性嘅東西冇人會去淘汰嘛，冇流，唔會應該是說不會流失。世界都可以一生人攏做呀行業，世界又可以做鬧，然後又可以幫助別人皮膚變得好，身體變得好，心情都會好。係冇唔錯，其實吼一句話吼唔單止講以前。可以使用，其實而家嘛使用到啊，因為其實講而家有乜嘅太好嘅文憑，其實而家太好成哪有係，嗰時有啲文憑其實而家去尋工作嘛唔算一啲貴實用嘅事情咧，但是嗰種有啲技術，我唔知有冇講以前係技術可能講技職學校啦，技術嘅一啲學校出來，其實嗰種有啊你嘅專門嘅一啲技術嘅話，其實更加幾多工廠幾多事情。其實你尋到嘅工作啊，可能如果比嗰種一般大學生可能有嘅學習嘅專科係一般嘅專科嘅萬個實項。嗰個初中都唔講嘅，其實有啲每年有一啲技術嘅時間，即個譬如搶唔走，
哦，即个大家下去，系冇错。啊，其实像伊讲去即提私人开嘅一个美容室，佢其实都开始第一摆去接触到美容，系咪？系，其实嗰時間20歲，佢後生，對嗰種行業真是冇介意，慢慢講謙虛冇謙虛，你想講啊，加嚟特別，伊個平常嘅生活去到特別，其實嗰種深度嘅挑戰佢高。啊，唔過太濟講，唔如好困難咯。啊，迄個你像頭班人講學士嘅，學士嘅人都講學徒，其實以前嘅學士嘅真係咪係歸照本宣科啦，人講嘅你歸色彩嚟學。太濟本來3年，一3年嘛係對我是講人生嘅一個3年嘅學習。你對美意看，你對做身頭睇太濟生活，看人用嘅桌面、碗面盆嘅水、打掃、掃地嚟油嘅膜做3年。那嗰時節太濟都講，我唔會講，你都看，人家3年牛呢下，你都可以做；牛呢下，你都唔好做，你都歸平度。嗰時有3年睇特別，嘛係各位視覺感覺係個人生一個冇一樣嘅階段。嗰時節嘛冇做務嘅係，太濟都講，甲你特別消費安個，唔都喺個工作室，啊個工作室係細間嘅，差唔多1-2坪，視覺一個行李箱，啊你一個細間嘅面床。上班下班攏摕得，啊！今日太濟對我幾好，我帶我出去了，啊！我幫我帶出去讀書、上課，一路禮拜我去台北學美容嘅過程。但係如果一擺睇台北嘅一個工作嘅經驗，係算唔對認識美容嘅第一步，第一個3年，啊！佢3年嘅經驗，唔知家己分享起來好還是冇？其實嗰時就個上風氣，啊！唔過太濟講啊，你總係3年唔用呢法，你喺班嘛冇乜個出息，一幾番我都想啊，幾年來嘅唔好本太濟，應該講唔好俾人哋咁樣過丟臉，我做看呢咯，結果第4年以後，下漢草體驗下佢是洗面嘅時節，做手按摩嘅時節。我太濟都講唔幾厲害啊，3年都幾厲害，可能都比我做得還幾好。其實是個心情都幾有，我真的幾厲害嗎？太濟都講你只是幾厲害，你有一天分，你再做可能咯。啊，其實3年你都係學到乜個東西，唔記得嗎？3年你明日早上頭9點上班，去嘅太濟super米可以用嚟做嘢下，聽下講法，好用嚟去做一般嘅技術。你10點鐘你去嘅係super米，然後做佢哋揾面盆水。打掃、添下毛巾啊、龜皮啦、油嘅膜嘅，做美容一般嘅嗰種 SOP 最簡單嘅、最基本嘅東西。等於講，其實你看啊，30年來美容嘅基本嘅流程、行程全部都按了。對人嘅一種服務對人一種講法，用嚟去保持衛生、保持佢嘅規個美容嘅過程裡邊，俾人更輕鬆。30年前都按了，30年後還是按了。一種基本嘅做服務業、做美容嘅行業嘅 SOP， 大部分基本上已經來人嚟啦。因為然後來到店嗬，包括因為來個就係拿筆啦、整茶啦，引導伊去換衫褲啦，嚟到面床嗬，一樣嘅面，添樣嘅頭那麼一樣嘅包頭巾啊、龜皮，一種一般基本嘅唔會變嘅，不管30年前、30年後，一種都一樣。嗰時嗰時就第4年以後，你開始行業也係美容嘅一個路程係咪？係，嗰時就4年以後，太濟講唔做嘅幾厲害，嗰時就是個心情都幾大增。你講啊，真的嗎？太濟按你講嘅，梗係繼續做。嗰種嗰時就太濟都開始安排人下幫我吃做。冇講遲做啦，人類啊係罰錢啦，因為我已經30年啊4年太濟要做，世界要幫我做過model，啊有朋友來幫我遲做，他講人家張妹妹做得幾好，手感幾好，啊整個細節攏做得幾細，到位，唔按你個青菜幾露出來呢，嗰時就都做，啊嘛做過定價睇。譬如說熒幕上還是演藝圈的大哥，佢大哥嘛快死去講啦，嗰時節我攏係這點4點來做面，啊太濟都講幹來做，嗰時節伊還是一個冇乜個名望嘅樣式，啊嗰時做伊幾簡單幾輕鬆。等於講其實
其实都特别是你看到无同样的世面，然后你比起安尼上课来讲的话，咁你等于讲，咁你做嘛个讲，睇你这个片，你一直你带到更加下，还是讲重点为做配的工作？其实这做的差不睇私人文人的时点方做的差不多要2年。我都听太姐讲啊，真的唔适合特别的身份。伊讲做嘛个喏讲，我唔定啊，如果想过去屏东，伊就讲过去屏东做嘛讲，啊用做美容啊，睇下好个，我当然过去屏东做美容啊。太姐都讲，好啦好啦，做几钱，好啦好啦，我贵都贵，反正讲贵无闲，点解都想过去做头家娘？我都讲我唔要做头家娘，我都想过来屏东，吼啊还是南部高雄咪可以来做世界上会做的行业，试看的咯，都安尼样。没想到讲，其实过来南部生理可能冇北部安好，可是有人想过。80年头的时间，因为嗰时间人讲的，台湾钱人卡吧，吼，也讲好老化一些。其实嗰时间心路上冇爱赚太钱。我都继续做呀工作如何？心度的梦想都要赚太钱，也2事。啊，嗰时节都过来高雄，都到路上爱来高雄吼，冇睇屏东，都睇高雄之前的九如路体论江街，给都当一间美容店，系当年的店来做。啊，嗰时做的时间都请的助理，嗰时节真是感觉美容quite好做，啊quite轻松做，嘿，啊嘛冇讲像以前咯发广告啦，吼，伊喊人来听书啦，嘛无，你点开的你自然都会来问，底下做面多钱啊？我想要做面还是要做身体？啊，等你透过咨询以后，每伊嘅需要嘛嘅，我等你会提引导去做伊想要做面还是身体的课程。慢慢的对伊啲开始人们价钱的银行，慢慢变成咗锣鼓下，锣鼓下又开始帮伊新的银行进来。其实嗰时节的生意真是乱的，一等人帮一等人慢慢的做嘅。系啊，佮好做。冇错。啊嘛做佮有兴趣。可是因为这伊的看上啊的呢，伊讲慢慢的行到我的美容一条路，但是一条路喺度行一样嘅喏，海豚节目我哋慢讲同讲，休息下我哋慢讲过来。翻过来，复起来。上到节目，我就来自屏东议论的后遗症，同我哋讲，伊当初係樣啊去行到美容嘅條路嘅。而且請問下，因為頭先嘢已經講到過，後來你睇我哋呢高雄可以啲4點嘅嘛，咁係咪你一直都帶喺高雄嘅？喺高雄見嘢後，因為有個機緣，你去到台北。特別係個我太姐做美容公司嘅頭家，嗰時這個公司佢需要個講師，係你可能喺化妝品公司搞學生嘅，搞加盟店做美容技術性技術咧有嘅冇嘅，嗰時你喺化妝品公司做講師。其實以前咧嗰時做講師，咩時間感覺係個辛苦嘅身份。因為去到台北要開發業務，我哋做講師唔免當做一啲講師提高技術，公司可能要求唔要做有業務，要有數字業績。其實這係幾個好高嘅一件事情，對台北個陌生，睇業務做指導、做講師嘅時間，而對台北是嘛個接近的啦吼，對個企業經去擁抱、擁抱、嚴格。企業經驗，嗰時節生意呢很貴些，這時候送人哋圖書，上班以後呢，又是貴州行送生意圖書，嗰時節企業經驗時節，世界貴有影響嘅，未擺巔峰等世界會跌下來，所以哈，人做冇實曬一下，結果一下都搶等咧，隨便咩眼鏡查都8下都下下，嗰時節做咗2年一種嘅性質嘅工作。嗰時陣咪感覺本世界嘅國泰挑戰，因為世界真係幾厲害哦。佢對台北市企業都特別嚴。嗰時陣冇像點解有 GPS 啦，有乜個地圖？以前有地圖，如果企業到呢公司提供出資體啊，如去每年看地圖世界去，嗰嘛係一個幾難忘嘅一個講師的過程。
安尼谈好来等于讲，你这个要省分哦，对以前迄替线的美容师变成一个讲师，还有一个搞偏的迄美容的方法，但是同时嘛还有一个业务呢，吼，其实，而且我讲其实我哋做起吼，唔单是讲冇 GPS， 连捷运都冇了，冇错。某个地方都即个起眼镜去，尤其迄讲其实大部分都起眼镜的时候，特别是嗰种查流量其实贵太哦，冇可能是差啊，而且明白去台北啊，去中永和，有时中永和啊，今仔去路会迷路，唔是路，係啊，等于讲，唔单止喺线上，同时喺中央我去开发啊，等啲新嘅银行，我咯开发新嘅假面上。可是我相信以前嘅嗰種工作經歷，對你來講嘅話，係變成一個幾大嘅養分，因為唔單止變成一個幾單純嘅做美容嘅人，其實嘛提供人客體內，人客嘅需求係乜嘅，同時做一個欣賞嘅話，唔都有乜嘅本領，唔都有乜嘅本事。你提供其實即家你都愛做業嘅欣賞嘅一個工作嘛，靠幾多嘅證照嘛，嗬。那不同我哋觀眾朋友睇個講下，即家因為講即個因為講一證照佢拿出書，冇都講佢貼喺啲證照啊。其實證照對我哋來講證書啦，吼。其實人下一般我哋做美容靠證照、丙級、乙級，也係最基本嘅。啊，一種學考嘛，公司在丙級基礎嘅學考，伊去要做一個講師，幾快考。幾時節可能考乙級講師，可能要罰錢、精神，那有一份證照。啊，證照考以後冇簡單，伊去到正式現場做嘅時候，要到證照如果好用哦。因為做美容公司才係服務銀行第一線，第一線服務銀行，基本人家技術，人家專業，唔係對證照都可以去做得到嘅。佢像我哋家公司仲要應徵人嘅話，伊總要今日有乙級講，老闆或是經理，然後嚟應徵做講師，還是應徵做店長，我要考乙級可以冇？其實我哋都講唔係人家證照都可以做定價店長，還是乜嘅身份，你一定要有實務嘅經驗，現場考試看人家手法，好看對方專業性好冇，我哋那可以聽，唔可以行做下主管嘅畢業。冇唔錯，因為其實證照有部分哦，其實係國家去制定一啲行業必備吼，你知道我有安尼基本嘅技術，吼安尼可能都編輯吼最基本嘅技術，但是呢個進一步嘅話，好如果有乙級嘅一啲成分，但是像頭先我哋先生講嘅咧，我唔錯話乙級其實冇咁簡單。編輯嗰度大部分人可以考到，譬如講煮飯的啦，烹飪啦，做餅的啦，做麵包嗰種烘焙的嗰種編輯，其實大部分人會補習一下，可能蠻考到。但是呢，到乙級的時間都冇咁簡單嘅哦，而其實考嘅東西其實都困難，係因為要至少要確定講，也要唔睇也要職業地位有真係有也要水準能力啦，但是能力係能力。唔都現場係另外一件事情，冇錯，你對我哋咧人客嘅講話方式啦，人家書法啦，嗰度當初當係完全冇咁嘅事情。但係回到我哋今年嘅節目一開始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因為你係有30多年嘅美容師嘅經驗嘛，其實而家大部分人來講嘅話，佢注重自家嘅外表上面嘅一種樣嘅。要求吼，尤其係講我哋講，細個當然冇嗰十年百種啦嚇，嗰時我哋會因為講，我哋嗰刺眼嘅膚質、皮膚嘅情形，展現出來嘅一種情形。咁我想問一下講，係咪睇冇同樣嘅年齡層，而家嘅皮膚嘅問題都冇同樣？係哦，譬如說我哋講嘅後生嘅人，入青春期有分階段，有後生大部分中年、大部分老年嘅皮膚冇一樣。我哋講後生一些嘅皮膚，後生到青春期，青春期當然我哋嘅皮膚嘅問題點，我哋講嘅外內都有幾大關係。譬如說今年後生嘅皮膚可能求學階段，可能以為有壓力，讀書嘅壓力，可能保養嘛冇保養，可能你會上幾多條啊？你講啊青春痘，幾時隻青春痘上嘅時候，幾多人會感覺啊，我面上很多睇會輕快看。是假如會用手去急伊，其實急以後，其實有時我哋的手冇槍，還是急的方式冇一樣，還是擦東西冇用，那我本來的那條啊，可能會再誘發，可能會比嚴重。這時間我哋會建議也更年輕一些的，譬如說媽媽帶呀青春期的人，我哋要做面，
我哋會提供唔如2禮拜兩個人點方，我哋會停大掃除，停呢一般青春痘已經發炎還是冇發炎嘅，停做啲治療。安尼唔係把嘅皮膚，那麼唔呢擠壓不當，還是保養唔錯，會留下一些嘅痘疤啦、色素啦、凹洞啊，一路青春期嘅部分。過嚟像我等差唔多2-3歲，嗰時隻皮膚可能已經有變化。嗰時隻大家原來注重要體力不做事嘛，皮膚上要變更好啊，看起來更有精神啊，如果嚟做保養。嗰時隻一般嘅保養，更年輕時嘅話都差唔多做保濕啊、美白。像我哋上面講100遮3醜吼，也係特別人攏會因講嘅啲問題，保濕咪好，皮膚那麼可以好好照照。那當然像我哋年紀，佢手齡意識都會作用嘅，地心引力嘅關係，可能落嘅有皺紋嘅，皮膚跌下來嘅，嗰時陣我哋做嘅，譬如說以用嘅商品、用嘅課程，那個東西都會變得比較跟冇一樣，對，都變養分嘅啦，係都啱嘅。當然銀髮族呢，銀髮族呢？銀髮族哦，其實銀髮族嘅話，我哋大部分，譬如說我哋有年下，沒有60歲以上嚟講銀髮族。其實這一個對我哋會真正冇影，唔對皮膚要求較貴多，還是對身體。銀髮族一般對洗乾面，這是要做面嘅話，伊攏注重講，剛才皺紋可以做什麼？我哋攏提供，也係自然嘅關係，天然嘅生成嘅。唔會磨係，佢冇簡單，吼，我哋可以靠保養，吼，可以減緩伊啊皺紋嘅形成。時間嚟做有時咩嚟18綁一下，必固定一下，其實吼機會每位會有固定，會有輔助伊啊關係。我哋都提供，其實銀髮族我哋還是建議身體最重要。我哋都提供唔類啊，基本上也面我會建議唔做為輔，身體為主，身體康健，皮膚都會好。一般的銀髮族啊，大部分提供嘅分享，為每一樣需求體內，大部分攏做身體。你看，談話就是感覺到講，嗰種從我哋以前感覺到美容係冇用，因為以前美容感覺到講，有啲人講，美容都可以改善所有問題啊，比如講人會皺紋啊，會變得冇皺紋啊，什麼之類。但是他呢，以前嚟講，我發現那個其實，但係美容嘅觀念其實，如果因為講。其實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有問題嘛，但是睇到我哋咧銀髮族，我哋嘅年紀過太年長時間，亦都係歲月留下來最刺眼的痕跡嘛。對啊。哎呀，這個我唔是講味道，變成完全沒有皺紋，也冇可能的事情啊。嘿，這世界唔用我去用最刺眼的方法去保留指甲，我哋講顏色留本下人哋一個用嘅，但是其實最重要嘅係用嚟保持自己嘅身體嘅健康。其實也係算一種美容嘅方法，係內在嘅美容。係啊。因為像好多人講，年輕一年因為內分泌嘅問題嘛，如果上那種裝束嘅啊，其實有的人真是我記得喺我都發現我有痘疤啦，我留下來。尤其喺嗰度細嚟嘅，我哋譬如講，你唔可能媽媽我帶去美容啊，數過錢，沒來過喊啊。上課說喊冇事做嘛，係有時這個唔記得夾個人我挺記得，係因為冇過喊。我嗰時但係嗰時因為真係冇安尼一啲美容嘅嘗試嘅時間，真係可能日後如果有嗰度我冇健康嘅問題，但是你30歲嘅時候，20-30歲嘅時候注意都講用嚟保持也係嗰種健康嘅氣色，亦都最重要嘅。慢慢地行到我哋，譬如嗰中年嘅時間，用嚟去抵抗地心引力，用一個簡單嘅方法。可以嗎？用冇按壓去吹下來，可以。但是到老年家嘅時間，其實最主要嘅路，用嚟幫自己佢刺眼嘅老化，同時佢健康嘅老化。佢講到佢健康嘅老化，其實係一種我哋講屬於個內在嘅東西嘛。佢一般來講，因為從頭我有人講，其實食水一件事情，水量係啲保護我哋嘅皮膚最重要嘅事情。一般人來講嘅話，一定人願意差唔多食多水。其實我哋人一般70%都係水做嘅，要水真是最重要，不管係唔適合嘅水，還是乜嘅水都一樣。其實水一般以基本嘅來計算，我哋都會聽人家講，人體重1度去乘以
吼愈长，伊到30以基本的是计算的方式，你可以等于一年21度量的水。不过也唔系哦，也水係基本的哦，可能出去老闆還會生意頭，還會做乜還會流失人家水分，其實就要多加500，世界總統可以加500，吼，安尼都基本，基本嘅使得水應該會多也量。可是這我哋咧異常市場，伊個算法來講，把嗰種金價，即個係50公斤啊，把乘以30係1500，係1500，後來再加500，可是2000cc 嘅水係基本嘅最基本嘅水嘅用量。觀眾朋友，你睇到一片又不會酸的冇？休息下喎，等下我哋話嗰度用邊講嘅好方法冇？馬上過來。翻過來，復起來。所以節目我哋來自屏東議論嘅後議長先生，同人講睇無窮樣嘅年齡層，都有無窮樣嘅一啲皮膚問題，還有一個應對嘅方法。我想請問一下先生，因為其實近家嘅美容已經會慢慢的對講，都做同講嘅呀，唔係講一天愛把以下嘅症狀給消除下，年齡到嘅一天要做穩。會骨刺人的事情，同時注意自己身體嘅保養都好。佢同時因為其實我哋發炎嘅話，其實話有穴道，入邊一啲東西。可是從一部分嘛，我表我聽人美容嘅課程嚟講係咪？係，其實合理對我哋來講，係我哋講嘅合理都等於我哋可以參試合理中嘅年還是治療行嘅時間，可以參試我哋講嘅保健還是保養。嗰度從點解嗰度人看手機嘅，吼，3C，眼睛容易疲勞，骨燥可能會乾澀，可能骨久一些，眼睛疲勞以後頭腦會痛，吼，頭腦痛嘅多呀，又痛嘅多呀，神經耳功又會耳鳴唔爽快。其實我哋都會聽人家講，其實不一定可以看先生都是有嘅嘛，跟平常嘅生活習慣不一樣，眼睛造成頭腦。耳功也到方面法，唔可以睇到卡自家做一些基本的、簡單的去保養的動作。像我這邊有戴耳機，耳機反而攏提朋友還是他家人家講，你戴一睇神吼，你這邊眼睛過疲勞、頭腦痛，你耳機你都可以用。吼，耳機我點解可以示範部分嗎？可以吼，你睇人家眼睛也睛明血也就眼頭，也嚟差唔多3下，叫3下。傾一下，慢慢嚟行業也咪做冇單講吼，眉骨呀凹陷的地方，要咩嚟撈3下，傾一下，每一團撈3下，傾一下，好，到眼尾我哋一片的時間，到最來了太陽穴一片的時間，吼，安尼擼一下，吼，擼來耳功，擼一下，因擼到我哋下顎垂一片，擼一下，傾一下，到最尾咧咪開頭拿頭當。我哋也百會穴嘅地方，傾一下，撈一下。其實嗰時陣我感覺，我眼睛有感覺，突然講骨清楚嘅，骨冇暗瘡，骨冇暗乾澀，吼，你講嘅眼明耳亮，吼，一路最基本嘅。有啲人講家嘅骨有好嗎？有好。還有啲地方我哋講吼，有啲穴位，咩專門人講，伊專門係唔痛嘅時節，不管頭腦痛、眼睛痛、鼻孔痛、椎痛、脈痛都一樣。你可以睇人數行嘅合谷穴，人講嘅係止痛穴。好，不管有乜個問題，你咪可以用人棒子提啊，好，傾一下、壓一下，還是用人數大拇指、大拇小啊等食指提下揉按3下，傾一下。其實嗰時陣我感覺酸痛酸癢，也很多正常嘅，好，又酸又痛，見到很多正常。好，也如果我哋講嘅眼珠啦、身體嘅部分。今年我要帶來一個好高的東西，也其實市場上面有啦，一個簡單碌卡可以用的東西。譬如說我哋講點解人弄個降落，然後用嚟去提身體的一些基本有一啲穴位很多，個長壽穴都聽我哋嘅腳，今年可以行一下腳，也如長壽穴嘅很多足三里，我哋可以提下地方，利用一下東西去提下嚟割一下，好傾一下。看電視就都可以管的哈。你看電視聊天的時候講，我小嚟保養以後洗腳亂嚟割，
安尼基本上要迄可以去增加啊等增加，可能增加过多安尼病毒免疫功能下降，啊等可以个压体防的话，可以提升也免疫功能。好啊，免疫功能好的话，其实要增加人身体，可以本身个寿命啊，身体细胞可以更好的一个保养。嗰等於講，更加要美容嘅概念已經冇像以前美容講，專門用嘅一種外來嘅一種化妝品，以啲改善。其實而家慢慢地結合到，用嚟保養，同時結合到我哋中醫嘅嗰種協調嘅一啲原理，不管頭到現場嘅示範咧，可聽我哋嘅眼珠啊、腹圈啊，驅動我哋咧太陽穴啊，上面嘅百會穴啦，冇咗我哋咧叫個足三里，可以將自家嘅身體慢慢地自家對自家是到外面慢慢的用越來越講，但是吼，我哋還是我哋講，有時我都想到講，哎呀，你嗰種鬼慢啦，吼，我那個還是多多少少我想講，哎，我係咪用一啲保養品啦，咁即係可以鍛鍊一下，我都講改善一下。咁保養品嘅部分，我用我啲粉片講，擘開好嘅，冇攞擘開壞，冇都講，我即係嘅人我用時間用嚟保養品。其實台灣不管台灣全世界保養品真多，每一個保養品對每一個人來講，應該講唔係講也用得好，我嚟用唔呢保養品都會用得好，冇簡單，因為每一個人嘅皮膚嘅狀況，大部分身體會反應嘅狀況都冇一樣。其實我講喺啲我高雄嘅19年嘅人下吼，嘛喺點解只是一啲個好姊妹。其實就嚟高雄開店嘅時節，已經皮膚真是伊攏戴口罩。其實就冇疫情都戴口罩，我講奇怪人還有戴口罩人來店吼。一路聽來講，我皮膚做果酸焕膚，後去做醫美，皮膚已經泡又流血，有法度治療我皮膚嘛。我都講，我都問個苗，譬如說姐姐，口罩不用下了，不愛看，一路不用下了，我看到我咪合到一下，哇，呀皮膚，我用去治療，我也聽講個10分鐘，也意思講一聽來講個10分鐘，我諮詢伊10分鐘誒，因為講對我講話過程當中可以俾一種信任，因為講總個安心人嘅人都放心不愛做一方面的處理。商品你主要選擇係無含香精香料，好，沒有化學性的東西，冇化學嘅東西，其實對我哋皮膚嘅修復保養嚟講，都係一個幾好嘅事情。我都提講了以後都講好，也經過1年以後，冇1年，差不多6個月、半年嘅時間，伊皮膚變輕多，伊每禮拜會來，1禮拜來1擺哦。我都提講，我嘅皮下唔多糖癌化，伊都講好，半年嘅時間，伊皮膚差唔多好，差唔多60。其實就伊過快樂，伊過痛，因為伊本身係做生理嘅人，做身體去賣做市場嘅賣雞肉嘅頭家肉。伊半年以後，伊口罩伊聽我講，點鐘，我已經可以替我口罩剝下來。我講係哦，當然啦，皮膚變爛後，當然剝下來可以啦。後我啲人佢講，幾百年咧講實在話，唔係幾百年，幾多年都冇看到我真面目。佢上幾時就都過痛體皮膚，差唔多過3年60-70。有老人講啊，愛講皮膚咪愛健康，冇因為愛講搽到一般嘅唔好嘅東西，本皮膚是甲變得破壞了，好，佢冇簡單係好嘅一個方式。因為等於講，唔僅僅伊個成分唔單止係伊個欣賞嘅，吼，同時同一俾伊個欣賞變成伊個經營者。因為從頭都唔講啊，因為經營者然後人生冇叫我人脈，人脈地方其實帶動這個本身的一種產品的一種聲音，一定服務的一種我哋講範圍會越來越多。咁從交通講，以伊啲經營者嘅伊啲角度來講嘅話，結果健康下啲咧觀眾朋友啦，無論我哋觀眾朋友嘅聲音咧，遇上個行業美容業嘅行業嘅話，有乜嘅建議俾？做美容做美容係一個辛苦嘅事情也32年。不過我真是個希望有興趣做美容嘅不管是來細妹嘅，攏來可以學嘢嘅技術。我自己其實嘛係想講，我學嘅32年嘅技術，我係咪想要有傳承，有希望有一個真實嘅一個有興趣，有信心，有決心嘅人來做嘢美容。因為我感覺美容也兩雜事對我來講，30年有人講嘅一生一職業，我嘛冇可能先拍得紅人。我係希望對美容有興趣嘅新人咧，都可以來學。我絕對我用我32年嘅經驗、技術嘅經驗、管理嘅經驗，
还有骨头，骨头无一样的经验，来培养到新人的小学的人去比等机会来看新的。都做种讲嘢，其实美容一件事情对你来讲，如一生一个事业嘛，吼，甲也要事业更加行到更加，甲对未来咯，即个有乜嘅展望，无路有乜嘅打算？我的目标，我都会想要规去屏东开一间设家店。开店的用途重点嘛，是希望可以传承。也是古来高雄10多年的一个目标。点解嘛？是因为离开前公司20多年的公司，也本世界有更多的时间去请店面再学习，去请人。你希望我喺屏东之后开一店，可以欢迎更多想对面有兴趣的人。还是想爱赚钱的人，拢有呀机会来到我呀。确定嘛是以我世界30年的一生一职业，来分享俾我哋想爱学美容的新人的资讯嚟的。观众朋友，看下前面的故事，我发现到讲嘛，其实从来的呢，伊讲这开始，一开始的时候讲，伊系对伊的议论的伊的写存的出来的，冇错，其实对伊的议论的写存的出来，伊讲因为睇伊的看成以后，伊就行到美容那条路，对伊的做美容的体现的人员，做到个公司，做到更加系伊的经营者，最尾还是希望讲，喺美容那条路可以带本。后来的人可以更多的机会去参加美容那条路，同时嘛又讲到讲美容是伊一生的事业，同时我哋嘛发现到讲，其实美容嘛改变了伊一生更多的事情。那你今日感谢我哋呢，以前在这里现场同分享到唔同美容的故事。多谢主持人，多谢大家。休息一下喎，等听下哋现场来，听下运动哦。跟福起来的观众朋友，记得去我的面书网站，还有到我的客家电视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